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就是父母对小孩的，最好的、最大的恩德是什么？让小孩修习佛法，学习佛法，引导小孩去接触佛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父母也是有一些的不太正确的一种概念，相当就是在佛教徒啊，我讲的是佛教徒。那如果不是佛教徒的，那当然也是父母自己都不知道这个路是什么样的，所以就当然没有办法给小孩指一个更正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学佛的一个道路嘛。但是自己有学习佛法、相信佛法的有些父母来说的话，也是，哎呀，小孩小的时候就不要跟他讲什么，就是宗教啊，怎么这些佛教啊，然后长大了以后，就是小孩稍微能够可以在学习、上学、毕业的这种时候，也是，哎呀，让他们自己去想吧，让他们自己去选，那种概念是完完全全是不太对的。如果是自己是一个佛教徒的话，那么就是要对得起因果。所以就是比如说藏地的任何一个小孩小时候出家到最后出家的过程当中，能够可以在一生都是在寺庙或者是不管在任何地方，一生都是穿着在出家的衣服的一个人来说到，就无论他修持是能够有修到多少，或者是他的这个修持的成就到什么样子，都不会有任何一个对父母就是觉得，哎呀，父母一开始让我出家就是有点不是一个正确的路，没有一个会这样想的，都是会越了解就越感恩父母的选择，感恩父母让我们走这个路。那这样说的话，那有些小孩到了7、8岁或者是20几岁的时候还俗成家，没有再继续出家的那些人，会不会对父母有什么不好的那种意见跟想法？那并没有，都会想，哎呀，父母是非常大的恩的。虽然父母让我走一个很好的路，但是因为我自己的业力，所以就今生没有可以出家的意愿。但是我有一个儿子的话，相当也是一种能够可以在怎么说呢，缺补我自己没有得到，没有能够可以在享用这样的福报的，相当也是这样的，就心里就是缺补我心里的这种痛苦，所以我让我的儿子出家，这是所有的人心里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对小孩的最好是什么样的？让他们去学习佛法是最好的。一个家庭就是一个轮回，大的轮回跟小的轮回的区别。成立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也是成立一个小的轮回所以就是一开始觉得让小孩怎么说呢，成家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尤其是很多的那个父母都是为小孩对这个方面是很担心。当然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就像一个社会的真实的很多的事情是不得不面对所以呢就父母对小孩的这个今生的这个实践的这种家庭这些来说的话，当然必须得要配合，而且是要支持，没有办法的。但是内心里面祈愿呢，就是让他们要好好的修行所以就是所有的人来说的话，就是会想到我的后代或者什么什么的。很多人来说的话，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殊胜，那为什么还要期望哎呀我的后代？那你的后代有了怎么样，没有了怎么样？实际上来说的话，都并不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些方面来说的话，很多方面就让一个小孩成立家庭也好，让他去真正的就是要扶持亲人、消灭敌人等等的这些一切，都是只是教他一些造业的方式，实际上来说到这样的。但是实践轮回之中的所有的实践人都是没有办法严厉这些贪嗔痴，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怜。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祈愿自己与他人都能够可以远离这些
贪嗔痴，长期我们修持的最终的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哎呀，子女也是如此。最初吸取父母及身体的精华，中间抢夺他们口中的饮食，最后夺取他们手中的财产。不论父母如何慈爱儿女，他们却反过来审恼父母。父母亲把一生不顾痛苦、罪业、恶语所积累的所有的饮食财富，毫不吝惜地给予了子女。可他们却无有一点感激之情，而如果仅仅给予普通人一把茶叶，因为藏地的环境的情况，因为茶叶很珍贵，因为藏地本身就没有产茶叶，所以茶叶是从那个怎么说呢？那个汉地要进来的，而且生活当中茶叶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在整个的藏区来说呢，刚是喝水的人是非常非常少，所以呢就在很多时候就是会讲到茶叶，还有青稞。青稞是什么？就是就像篾子一样做那个藏粑的那个，在藏地会可以生产的那个，主要是藏粑的那个成分是青稞，所以青稞跟茶叶那个会讲到的，就是用那个句子做的很多，就是作为那个举例子是吧？会提到很多次。然后在普贤上师言教里面呢，就是因为巴珠仁波切，当初就是当然在整个的青海跟康区都是巴珠仁波切弘扬佛法的怎么说呢？环境是片里就比较大比较广，但是最主要呢就是牧区是大多数的，所以呢他就是讲到羊还有马或者牛或者是羊毛啊什么，就是这些方面他讲的也比较多，就是讲的很多都是牧区的生活的一些方式，他讲的也比较多。他们也会非常欢喜，但给自己的儿子50两银子他也觉得没有什么那个时候可能是当初是50两的银子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就像可以说现在几亿的美金，就这样的一个，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就是父亲的如果是家业是他的那个身价是一个几十亿的美金的话，就是如果就是给儿子的时候，他也肯定是不会是非常欢喜，而且是不会是感到哎呀我爸爸对我很有恩的，一定不会这样的，肯定讲这是爸爸的东西我用是应该的，那我不会让弟弟用一点点的东西，我一定要全部都自己去用掉，这些人就会这个样子想嘛，所以就讲到的这些就是事实。还认为我自己父母的财物我理所应当享用，就这样想是都会像我是大儿子或者说我是大女儿等等，有很多的那种想法嘛兄弟姐妹当也为了自己能得到财产而纷纷争夺，给了他们也没有谢意，而且给了还要索求，甚至父母的念珠里有一个很老的珍珠也要拿走，这呢就是又去的一个很小的，就像那个父母的一个念珠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珍珠的话，他那个也是必须得要拿到，有这种就是其实怎么说呢，那个父母跟小孩的心就是这个样子。平常而且是藏地有一个俗语，就是
父母的心如同棉花一样，但是小孩的心如同石头一样。这两个是就是相当针对这样的。那小孩自己有小孩的时候，又是自己就变成棉花一样的，然后他的自己的小孩的心就是石头一样。所以就这样慢慢，就是一代都是这样下来的。所以就是这些怎么去解决呢？因为这就是人生的这个实践人的怎么说呢？轮回的本性就是这样。因为这样，所以就是叫做苦海轮回是形容成苦海的原因是这样的：你的一切付出，那么你付出的对象不会感到是很感激呀，或者是这些都没有，他就觉得应当的。然后兄弟姐妹里面呢，就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家庭算是最有怎么说呢钱的一个家庭，如果是他父母交给小孩的所有的财产，就是分得清清楚楚，然后就是很怎么说呢平等的分给大家的话，那兄弟姐妹还是在下面争夺的所以就是人不会知足。所以轮回的一些众生，人间的众生也是有这些大中小的痛苦。哎呀，若是贤善的女儿成了别人家的荣耀，对自己方面无有利益。所以就是对一个女儿来说的话一样，如果是自己就是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女儿再好再美再可爱，也是真正的她成熟了有能力的时候，就不会变成对自己有利益的，都变成他人的荣耀。就这里面有所讲的一样，她有所有的能力都是向着他方对自己不会带来任何的帮助。那个时候也是父母是很可怜都是觉得还很好，就是女儿就是对这种对他人有帮助的话，觉得很欢喜我女儿很好什么去了什么的家里面，然后好像他们的家里面也是对我女儿很好，什么我女儿也是对他们有起很大的作用，所以这样后面默默的去开心，只能是这样而已意思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并不是说父母对小孩不需要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再好的再舍不得东西，也是有一天会离开的，就这个样子。今天我们讲的都是这些聚集在一起的都会分开有生的都会死，所以今天讲的也是一样的，不严厉无常的主体。所以我们必须得要理解这样，不然的话就是你们如果不弄想，那当然你们倒不会这样想，因为你们都是老居士，而且是有真正的有修持学习的居士，所以这个方面是很好的。不然呢，有的人就觉得想那佛陀里面佛法里面都是有讲，好像父母对小孩做了一些付出，也是好像不应该的那这里并不是说不应该的，这里讲的就是实践轮回的怎么说呢，真实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些来说呢，也是主要是讲的就是内心里面必须得知道，一切都是会分开的就这个意思子女到哪里如果是恶劣的女儿，等一下，没有找到。珍珠也要拿手在这里对自己方面无有利益。如果是好的，如果是恶劣的女儿，如此。其他的亲戚的也是如此，从这里就是已经讲完了嘛，前面对不对？对。只是分会家人痛苦。好，自己幸福圆满的时候，所有的人把你
像天人一样看待，并尽力饶益，并尽力让饮食财富不需要也会送来。这个部分我们前面也是有一些解释过的嘛。就是一个人很好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饮食也好，财富也好。一个人很富有的时候，比你更穷的人也是拿很多东西去送给富有的那个人，就是实践的真实的情况当然这样来说的话，就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一种需求跟欲望，都不满意。有财富的人在有财富的环境里面不满意，没有财富的人没有财富的这种环境里面也是不满足，所以就是一种需求跟欲望，自己要越来越好。因为这些来说的话，就实践的一种因为实践的一种欲望，所以就是会有做这些的怎么说呢情况。自己沦落衰败的时候，即便没有做一点错事，也受到像仇人一样的待遇，饶益他们反而以损害做回报。所以儿女、亲友等所有丝毫实意，如弥勒日巴尊者说：“此处愿力如天子，此理之心难形容。中间过分摧所在，虽是一切无越始。别人之女引入内，大恩父母逐出外。父亲呼唤不答复，母亲呼唤不应声。护成冷淡之邻居，勾结脚者造恶业，自身怨敌此痛心。因断轮回之爬升，实践之身我不求。”所以弥勒日巴尊者所讲的，他今生他那一生的整个的时间里面都是在修持佛法。在年轻的时候他也很痛苦，但是后来他就是有一定要报出之心去学了读法，学了读法成就了，然后就是报出了以后呢，他最后就最终应该来说呢，他能够可以报出以后就会得到很大的幸福的。这样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呢，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幸福，而且内心当中呢就是越来越痛苦，越来越麻烦那么这种时候呢，他就是求法修持佛法。修持佛法，他就是求法之心是非常重，然后就修持佛法的整个的过程也是闻思修持，也没有颠倒，而且是消除所有业障的这些从自己的生苦意所做的在这个怎么说呢忏悔感，真正的精进修持方面来说呢，也是如理如法。而最后修持的时候，也是比任何人坚持跟怎么说呢那个决心而精进修持的，到最后达到的成就。所以他后面讲的这些有一切的实践的之身，他也不稀奇，也不怎么说呢稀罕，也不希求，觉得这个并不会是什么，就是觉得有些家庭自身圆满，然后就是财富圆满，这些他对这些都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怎么说呢稀奇，或者是觉得很殊胜不会有这样。因为这里面讲的一样，有些自身呢对父母会有一点点报答恩德的这种意愿，那有些自身就并没有，就甚至就是会去勾结，就是你爷爷时候的出人，或者你父亲时候的出人，或者是甚至你自己年轻的时候的出人跟你的自身勾在一起，然后就是倒过来就是做很多对你有伤害的事情，都是有的，都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呢，也是佛陀所讲的，在实践的这个轮回之中，没有一个相对性的一个永恒性的敌人跟没有永恒性的亲人，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你觉得这个都是我的仇人，在这一生当中对我有很多的不利，或者是我爸爸的时代就是对我有很大的就是有不利的，然后呢你的子孙的时候也许变成他的最矮的人，然后就是这样变成燕地
马来是烟蒂，就是变成亲家的，就这种事情也非常多。那种时候你是心里非常非常满意吗？尤其是在过去对你有大的伤害，你没有报出啊什么的情况下，来不及的情况下，来不及对他做一些伤害的时候，就变成你的亲人的话，那也是又变成亲人以后也是，你就为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为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变成从你的那个肉跟血上面就是割下来一样的心理痛苦，但也没有任何办法，因为这就是时间的痛苦，所以一切都是无常，一切都是没有办法肯定说这才是对，这才是不对的。实践一切的法都是一种虚幻，一种幻觉，都是虚假的。所以唯一的真实的事情是什么？那么这针对生死轮回的最好的最殊胜的法就是我们修持佛法，我们要感到时间轮回的无常性的参胜，对时间轮回的处理性的人才是可以说是最永久的。我们最好的对我们好的亲戚，对我们好的朋友，对我们好的荣耀是什么？就是佛法。那么佛法在哪里？不在外，就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啊，这就是我们自己真正的随时随地任何时间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就是保持要留存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事情。哎呀，弥勒里巴尊者又说：女出校园如宣统，劫夺财宝居大利，中间宝债无尽头，父前公开所要走，母前暗地偷偷带，施给不知报恩的，大恩父母心怒恨，后成红棉罗刹女。罗刹女是一个，也是一种比对的一个形容词相当于就是在她的将她的这种真实的一种面目本来自己是非常喜欢嘛，就是对自己父母的女儿那么非常心爱的女儿，然后就是嫁出去了，但是她回来就是经常回来都是要很多东西走，然后呢就是她的本性是对家庭对父母是什么样，就像一个罗刹女。罗刹女是什么？为什么这里形容罗刹呢？就是对人类不好的，相当罗刹的生活是吃人的血肉一样，这样的一个，所以就相当就是女儿呢变成回来吃自己的父母的血肉一样的，要到所有的东西，在跟夫妻来说呢，就是公开的怎么说呢？张口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然后呢，就是家里的有些事情妈妈没有看到的时候就随便拿走，也不叫是图，也不是图的，就是也不是要走的，也不是送给他的，但是他随便拿走。所以这种的行为是什么？就像罗刹女一样的，没有什么一点点的善格，就是报答恩德或者是这种的行为。若因他人指荣耀，若什么？若善他人指荣耀，若恶自己祸害语，祸害魔女刺痛心。若善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运气很好的话，他在那边没有出什么事情的话，变成对他方有帮助的。如果那边就是搞不好，家庭就是要吵架或者离婚什么的话，就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又回到自己的家里来，甚至有些人带几个小孩回来，这种的事情也是会有的嘛。这都是实践的真实的情况。断除无觉之忧愁，或根织女我不求，这种织女也有不需求的意思。又说，亲友出狱见欢远，密切来往满山谷，中间酒入如缓在，送他一次还一度，护成贪嗔争吵因，恶有甚冤此同心。舍其乐事之时有，
世间亲友我不求，这世间的所有的亲友也是如此的。资本做人着刚着我